这么早要去哪里？我老婆在医院快生了，我要不要信你？不要打电话！不要给我打电话！看见没？想你。不要等我。会进来的，不自由的就不会是那条墙，不自由的只会是这条命。怪兽！他这个时候转身，然后往下走。那个方向有人叫住了他。孩子呢？我要救我的孩子，说情是你。让我见儿子。10年了，你只是想跟你这条烂命拼了，但你没想过，老天爷原来没要你死。不能有警察，不能冒险。